好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講車不上小心啊！今日咧都同大家分享下咧一啲汽車音響嘅小知識啊！咁啊，其實有同大家講過一啲嘅可能功放啊、DSP 嘅喇叭咁樣。咁其實好多時咧，好多朋友咧會忽視咗一個最重要嘅一部分喎，係咩咧？就係播放器啊！咁啊，其實好多人以為咧，咁我用個大屏機啊，用個車機去播歌咪得咯，或者播 CD。咁啊，跟住最主要就可能係個喇叭啊、功放啊咁樣。但係其實唔係啊，其實喺成個音響系統裏面咧，最重要應該係由個源頭開始嘅，就係個播放器。咁啊，播放器咧，咁其實市面上咧有好多種嘅。簡單啲咧，有啲人就會用個大屏機，裏面裝個 APP、裝個 App 咧嚟到去播放。咁有啲要求高啲嘅朋友咧，可能就會加裝一個播放器喺後面嘅。咁啊，可能有一啲嘅其他嘅品牌啦，咁品牌名我唔多講啦。咁啊，另外咧有一啲嘅朋友咧，就可能咧會直情咧係會有一個專用嘅播放器，或者我自己啦，咁我就會咧直加裝一部電腦咧喺個車裏面，用個電腦嚟到去播放。咁啊，其實點解咁重要咧？我會比喻咧，其實播放器或者咁講，我會比喻咧聽音樂咧就好似咧飲水咁，水嘅水質靚唔靚咧，係重要過咧你嘅水之後咧點樣去加工嘅。咁啊，播放器咧就係嗰個音樂嘅源頭出嚟嗰一度啦。咁啊，會特別係講究啲嘅。咁其實播放器咧，佢亦都好多種嘅接駁嘅方法。咁啊，如果你個源頭係做得好、做得靚、處理得好咧，咁後面咧 DSP 啊或者功放嘅喇叭咧，係只不過做到一啲嘅附加，令佢優化嘅一啲嘅功能。咁所以咧，最重要就喺個播放器度。咁唔知大家你係用啲乜嘢嚟到去播放音樂嘅咧？咁我歡迎咧就關注同埋咧喺我評論區討論喎。咁我係講車不上小心。